今暝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6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尼米记第9章第1节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12节到1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祈祷。伫旧约犹太人的传统的中间，禁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，也是讲习俗。是毋是伫新约福音书的记载中间，咱还阁是会当看到讲，常常有看到犹太人啦、法利赛人啦、经学士啦、甲祭司，常常地要求着爱禁食。但是禁食真正意义到底是啥？尼米先知的时期，会通讲是以色列人受掠归回的一段时期。因对过去背离上帝、敬拜偶像，然后开始进行这个属灵的复兴。因开始禁食、穿麻衫、散火符，其实是在代表对过去生活的反省，然后开始来恢复对上帝的敬拜、祈祷甲奉献。尼米记第9章第1节到第8节记载。共迄月24号，以色列人自觉禁食、穿麻衫、散土粉。以色列人的后代所有的外族断绝关系，因拢徛伫认家己的罪，甲因的列祖的罪过，甲徛伫用3点钟读上帝，因的上帝的律法的册，佮用3点钟认罪，敬拜上主，因的上帝。利未人耶稣阿、巴尼、加缪、西巴尼、波尼、西利比、巴尼、甲基拿尼，徛伫台顶，大声哀求上主，因的上帝。利未人耶稣阿、加缪、巴尼、哈沙尼、西利比、何迪亚、西巴尼、比他希亚讲着起来，称赞上主，恁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上主啊，愿你的荣光的名得到呵乐，超过一切的上赞甲呵乐。上主啊，只有你是上主。你创造天，天顶的天，甲天顶的万象，佮创造地甲地上的万物，海甲海中所有的。你赏赐性命互万物，天君嘛敬拜你。你是上主上帝，有竞选阿伯兰，带伊出巴比伦的5年，甲伊改名叫做阿伯拉罕。你知影伊对你忠实，甲伊立约。应允将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甲亚波斯人、吉加撒人的土地，互伊的后代，佮实现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耶稣基督伫咧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，伊常常去山顶祈祷，上帝来求讨。今仔日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6章12节到19节，记载着耶稣基督伫正军队者的中间来竞选12个使徒。伊伫这进前嘛，去到伫山顶来祈祷敬拜上帝。这使徒受竞选，咱知是要来学习祈祷敬拜上帝，医病赶鬼，互人来得到利益。来归上帝。经文来讲，有一日，耶稣出去山里祈祷，通暝对上帝求讨。天光的时，伊叫门徒来，对因中间竞选12个，称因做使徒，就是西门。耶稣佮甲伊号名叫彼得，甲伊的小弟安德烈、雅各甲约翰、腓利甲巴多罗买、马太甲多马、阿列菲的囝雅各，甲称做激进党的西门，
雅各个囝犹大，甲后来出卖耶稣迄个以斯加勒的犹大，耶稣甲使徒落山，来徛伫平地，伊伫遐有一大阵伊的门徒，阁有一大阵的民众。遮个人拢是对犹太全地、甲耶路撒冷以及泰尔、甲西顿沿海来的。因要听耶稣基督讲道理，嘛要互伊来医病。遐个互相神扰乱的人嘛来，拢得到医好。规大群的人拢想要甲伊摸，因为有权能对伊发出，互伊拢得到医好。亲像耶稣基督常常来提醒门徒的，特别是伫迄个激西玛尼园祈祷的这中间，伊来劝勉门徒着爱谨慎祈祷，就是要用祈祷来甲上帝结连，来祈求上帝的同在甲保守。诗篇126篇，上主带咱遮个受领的人转来锡安的时，咱亲像伫做梦。迄时，咱的喙哈哈笑，大声欢呼，来各个人讲，上主为着因做大代志，上主实在有为着咱做大代志，咱非常欢喜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遮个受领的人倒转来，亲像南方大沙的地有溪水搁伫流，流目屎也种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来收割。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，会带伊的未困欢欢喜喜倒来。感谢听阮的上帝，互阮会当借着祈祷甲你来结连。感谢主也差遣圣神亲自为阮吐气来祈祷，互阮会当刚强来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